係靠英文。我想轉下話題講科研啦。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地球歷史上嘅大滅絕。咩叫大滅絕？哎呀，咪即係好多生物忽然之間絕種咯。哎呀，最嚴重嗰次咧係毀滅咗地球95%嘅生物啊！不過大家又唔使驚喎，但係地球咧經歷咗呢個寒武紀、侏羅紀、侏羅紀、白堊紀、更新紀，已經試過23次大滅絕，我哋唔使驚㗎啦，好有經驗啊！只不過始終冇人可以肯定大滅絕嘅真正原因。有人估計咧係隕石撞擊，但係亦都有人話火山大爆發戰爭喎，亦都有人話海洋缺氧啊，但係似乎都唔可以肯定。不過有一點係可以肯定，就係生命並冇因為大滅絕而停止，反而仲不斷進化。小朋友，你呢？你嘅生命經歷咗幾多次大滅絕？叮當可否不要來？我長高，星子可否不要老？同我征討，孩子，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，卻想權味道，為國定數。偶像全部也不到，後也剛好，最好我在意的任何形都不會老。為何在回望裏，在搖晃裏，突然老去？談一個事情可以對峙，你樂意安睡？萬歲，舊情萬歲，已隨便老去。時光這個壞人，偏卻拒絕如許，停留耐些也不許。我成日都好好奇，究竟地球剩翻最後一條公路嘅時候，佢個心諗咩嘅咧？突然間咁多嘢滅絕喎，我係好得人驚。況且跟住滅絕嘅係你自己。如果我有嗰條公路，我唔驚，因為驚係好辛苦嘅。走咪走咯，我唔走，地球上嘅新生命、新階段又點會嚟啫？咁咪真係名副其實，阻住個地球轉啊！有好多嘢真係唔使幫手㗎。只有張開雙手，你先可以掌握到更重要嘅嘢，就係你嘅未來。小朋友，過去嘅就放低啦，孭住咁多嘢點飛？叮當可否不要老？在你風騷，他可否不要老？從創新
些也不許。為何在搖動裏，在遊玩裏，突然變老去？係正常㗎。但可一個事情可以兌現時，你又已安睡。你記得我，咁咪得啦。祈求舊人萬歲，舊情萬歲，別隨便老去。時光這個壞人，偏卻冷酷而去，離場慢些也不許。